哎，你好，我喺香港都睇到你，我今日翻嚟啊，尋晚。唔係啊唔嘛係？咩？我日夜睇你。今日啱返嚟啊喺三水揾到你喎。有冇咁巧啊？梗係啦，我香港翻嚟，你唔係啊？我啱啱同阿婆買一隻雞啦。香港人啊，三水人哦，你三水人，死你偷嘢幾時偷嘢啊？我都未偷你嘢，我要打開手機俾你睇。又開始屈我啦，我都未我偷嘢。點識你歐陽鋒陰公電視台？睇幾多啊？香港住的山水人是吧？佛山呢個三水人啊嘛。去香港做咩啊？你話做咩24小時嘅工？你唔好影我上電視。唉，有乜所謂啫？唉，我係正經台嚟噶嘛。死陰公電視台。死陰公電視啊！我又偷你手機噶喎。去你屋企啊？去唔去啊？你幫我食啊你咩？結咗婚未啊，靚女？你話結咗婚未啊？個仔都有你咁高啦，仔有我咁大？有你咁高，冇你咁大。唔係啊嘛？翻去，拜拜。拜拜。刚才那个靓女她说，之前拍了2瓶那个香水。現在是廣告時間，Nike 的可以留下來。如果你拍了这款香水，如果大凡你后悔的话，你回来找我。如果你拍回去这个东西不是你在外面买大几百块钱的话，我拍个头俾你当灯球。今天什么都不用说了，39.9。